話海底撈嘅核心競爭力係服務，大錯特錯啊！海底撈靠嘅係人才培養機制，好多老細成日呻啲後生唔好管，實質上後生仔係好好管。就講海底撈啊，都係後生仔，人哋點解管得咁好咧？實質上人哋就係唔去管，反而呢個唔去管咧，就培養出海量嘅優秀店長。疫情期間抄底開多出500間店，嗱冇足夠多嘅人才儲備，點可能有呢個壯舉啊？於是我哋應該好好學習下海底撈係點樣做到嘅。聚財散人，散財聚人。海底撈首先就係捨得分潤，只要做咗店長咧，呢間店嘅全年利潤有2.8% 係你嘅。嗱，當然咧，你可以選擇師徒制嘅分潤，就係呢個門店你唔要2.8%，就要0.4%，因為你花時間帶徒弟啊嘛。咁呢間店付出就自然少咗啦，分少啲都合理嘅。但係喺徒弟嗰間店咧，你可以分到3.1%，然後徒弟再帶出個徒孫，徒孫嘅店你仲可以分1.5%。嗱，我識得廣州一個店長咧，就係靠呢個師徒制年入8萬喎。佢自己門店年利潤800萬到啊，分0.5%，即係3.2萬啦。咁3個徒弟嘅門店咧，平均嘅年利潤咧就600萬。咁喺3間店裏面分嘅3.1%咧，就差不多有56萬啦。然後3個徒弟仲幫佢帶出咗5個徒孫，5間店嘅平均年利潤係400萬，每間店都分1.5%，呢度有30萬啦。嗱，3個利潤加起身就差不多90萬啦，加埋底薪同埋績效獎金，年收入127萬，係咪即刻就想投家你去海底撈啊？你話咁嘅機制可唔可以吸引到人才？可唔可以培養到人才？咁你店長仲需要你去管咩？店長會唔會帶好啲店員啊？甚至係店員個個都爭住做店長，店員都唔使管啦。你真係以為海底撈嘅員工打滿雞血為公司出工啊？錯，佢哋係喺度為自己嘅事搏殺啊！嗱，當然啦，唔係肯分錢，人才就可以培養起身。仲要睇翻公司文化、團隊氛圍。假如你仲用緊管70後嘅方法去管啲90後，相當於攞個諾基亞嘅系統去 run 智能手機嘅程序，係咪好傻啊？而家啲後生要嘅唔係被領導，係平等對話。你以前聯想鬧嗰個笑話嘅，搞咗個內部論壇，本來諗住聽下啲後生嘅諗法，結果流傳至入去一睇，哇！成個屏幕都有吐槽，流程太官僚啦，領導聽唔入意見，一堆亂七八糟嘅嘢，趁高管一氣之下就關咗個論壇。睇翻而家字節跳動就反其道而行之啊！每個禮拜開一次吐槽大會，老細同埋部門嘅領導坐喺台上面，員工喺下邊吐槽。喂，我個方案被收得不明不白喎！喂，可唔可以唔好3更半夜發啲緊急通知啊？嗱，吐槽完問題有冇解決呢？未必，但係爽咗啊嘛！因為我感受到你願意接受平等對話。聯想用控制塞住員工把嘴，字節用開放進行疏解。控制帶嚟嘅係服從，開放先可以激發創造力。以前嘅員工甘願做齒輪，領導指拿打拿，而家時代變晒啦，後生要做發動機，你就俾燃料我，即係激勵；俾賽道我，即係機會發揮嘅空間。剩低嘅你等我自己嚟。職位越低，佢哋越需要決策權。客人對菜品唔滿意，喂，你唔好要我層層上報，你未拍板啊，個客都已經拍台啦。你授權我免單，俾我送個果盤，我保證唔會亂嚟。唔俾我哋去試錯，你點知個機會點喺邊呢？係嘛？微信唔係姓馬嘅做出嚟㗎，係小龍哥最初帶住幾個人試錯試出嚟嘅。冇騰訊嘅內部創業基金，假如唔係失敗咗唔追責，成功咗直接晉升項目負責人，呢個咁嘅賽馬機制，騰訊點可能有今日嘅微信啊？後生仔唔願意做聽指令嘅打工人，真心唔係叛逆，而係比以前更加追求平等以及價值感。華為任正非講過嘅，讓聽到炮火聲嘅人去做決策。一線嘅員工，哪怕係剛剛入職嘅應屆生，做出嘅決策，話唔係比你仲有譜。嗱，好嘅管理咧，唔係叫班後生仔去適應規則，而係創造可以俾佢哋主動發光嘅規則。當你嘅公司變成後生仔唔捨得走嘅舞台，仲驚冇戰鬥力？一齊加油啊 bro， 幫哥撐你！